台铁的道路局自强号发生败马意外，改革台铁的议题搁再受到众人的关注啊。就在野党的立委表示，台铁若准备改革，袂当干那是铁路局主导尔，应该有阶层较悬的中央机关来出面。台铁产业工会表示讲，台铁的高层看待安全的文化，毋是讲介好，若准备改革，应该爱听前线人员的声音。 台铁发生塔洛5号败马意外，台铁改革的话题搁再受到大家关注。有立委讲，台铁若要改革，干那铁路局来做是无够的，应该爱有更较悬的中央机关来出面。这不是一个部会的问题，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要求说，行政院必须要赶快去正视这个问题。我想这次的事件也衍生出来，其实台铁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包括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，还有相关的体制。 台铁产业工会表示，执行改革的单位若是干那台铁局，确实有可能无法度较全面发现，而且解决问题。现行的发包的政策，如果说是都有依照法令的话，那的确是需要在更高的层级来去做整体的检视。如果说它层级还是所在台铁局的话，它的确可能没有办法去发现或者是做具体的改善。产业工会表示，真侪基层希望会使对安全有更较全面的保障。 但是台铁高层对安全文化的要求是无公介看重，因是真无力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像今年的1月潮州假死的事件，3人工作，台铁只让2个人去工作，在高铁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高铁它就是规定这个工作就是要6个人。那如果说这6个人都没有在的话，除非等到第6个人补足，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做施工。所以我们认为问题还是在于，就是台铁高层对于安全文化的要求，他们到底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就做，能做尽量做，还是说是以安全为前提？工会嘛讲，虽然高层拢讲有提出改善计划，不过第一线的基层人员认为，真侪计划拢是凊彩做。台铁若是要改革，嘛就爱甲基层的心声听入去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